成為新手媽媽的感覺，是不是就像突然被丟進一個滿是嬰人用品的迷宮？奶瓶、尿布、嬰人床，每一樣都標着必備，但到底那些真的值得買？如果你現在正盯着購物清單發呆，深呼吸，這個視頻就是為你準備的。今天，我會幫你把那些真正好用的救星產品從海量廣告裏挑出來，讓你少花冤枉錢，多換一點睡眠時間。對了，在開始前先問問，你最近為了準備寶寶的東西失眠過嗎？如果有，在評論區打個1讓我知道，也別忘了點讚收藏。這份清單你絕對會反覆回看。寶寶的第一覺可能比你的第一份工資船讓人緊張，畢竟一個安全的睡眠環境直接關係到他們的健康。但別擔心，我來幫你拆解那些真正值得投資的安睡神器。首先，嬰人床一定要選擇符合安全標準的，記住硬質床墊比軟綿綿的更安全，搭配防水床罩。就算半夜漏尿也不用手忙腳亂。至於睡袋，簡直是新手媽媽的作弊器，不僅防踢被，還能降低窒息風險。冷知識：美國人科學會明確建議，一睡前不要使用任何毯子或枕頭。說到溫度控制，很多媽媽會問：怎麼知道寶寶冷不冷？其實摸後頸比手覺更準。不過，如果你家寶貝總睡不安穩，下一張我會揭秘一個神奇小工具，它能模仿子宮裡的聲音，讓寶寶秒入睡。寶寶的每一餐都在為成長打基礎，但餵養這件事可沒看起來那麼簡單。無論是母乳還是配方奶，選對工具能讓你的餵養之路輕鬆不少。首先，奶瓶的選擇絕對是個技術活，防脹氣設計是關鍵。像布朗博士的導流系統，能有效減少寶寶喝奶時吞入空氣，降低腸絞痛的概率；而托美星仿母乳奶嘴，則能讓寶寶在母乳和奶瓶之間無縫切換。不過，很多媽媽不知道的是，奶嘴的流速也要根據月齡定期更換，否則寶寶可能會因為吸得太累而拒絕吃奶。餵奶時，記得讓寶寶保持45度角，這樣能減少吐奶。餵完也別急着放平。說泡拍隔15分鐘很重要。說到拍隔，很多新手爸媽會發現寶寶的小肚子總是鼓鼓的，這可能是洗澡後按摩的最佳時機。下一張我要分享的沐浴神器，不僅能讓你家寶貝愛上洗澡，還能幫助緩解脹氣呢。給寶寶洗澡，簡直就像在捧着一塊滑溜溜的小豆腐，既怕摔了，又怕洗不乾淨。但其實只要備齊這幾樣神器，沐浴時間就能變成最溫馨的親子時刻。首先，摺疊浴盤絕對是租房家庭的救星，不佔空間，還能隨時展開。記得配上洗澡墊，讓寶寶躺在上面就像在媽媽懷裡一樣安心。水溫，別相信你的手肘測試，數字溫度計才是王道，攝氏37至38度的溫水最合適。洗護用品一定要選磨類配方，就算不小心碰到眼睛也不會刺痛。洗完澡後，趁着皮膚還微微濕潤時，趕緊塗上嬰人潤膚乳，這是預防濕疹的關鍵期。特別是關節接觸處，要輕輕撥開塗抹。說到皮膚護理，有個90%媽媽都會忽略的危險區域，下一張我要揭秘的尿布台安全隱患，可能會讓你立刻想檢查家裡的佈置。如果說育人路上有雜麼是24小時待命的，那一定是尿布台。但先別急着下單普通款，很多媽媽後悔未早知道的隱藏設計，今天全部分享給你。3層收納尿布台才是真香選擇，上層換尿布，中層放衣物，下層囤貨，轉個身就能拿到一切。搭配醫用吸隔尿墊，就算突然瞓船也不怕弄濕床單。重點來了，永遠要準備2支護臀霜，一支含氧化鋅紅屁屁時用，一支日常保濕型。出門時，在媽咪包側袋固定裝好便攜式換尿布墊加5片裝迷你濕巾，遇到公共尿布台髒亂時，鋪在洗手台上就能應急。偷偷告訴你，在汽車後備箱藏個簡易尿布包，你區會嚟感謝我的。
但所有這些準備都比不上接下來要說的夜間護理漏洞。90%的夜醒危機其實都源於這個被忽視的小細節。互動炸彈。遇到過最抓狂的換尿布經歷是雜麼？被尿濕衣服斜線突然便。快留言，抽5位送防粉鳥神奇貼紙。經過前面5章的裝備升級，相信你已經是個育人裝備達人了。但最後一個秘訣才是真正改變愛育偽生活的關鍵，建立晝夜節律。你知道嗎？新生藝其實分不清白天黑夜，而智能夜燈就是破解這個難題的神器。選擇一款能調節亮度的暖光夜燈，半夜注尿時開最低檔，既能看清又不會完全喚醒寶寶。搭配可穿戴式睡袋，不僅避免踢被着亮，全能給寶寶子宮般的安全感。最容易被忽略的是白噪音的選擇，單調的吹風機聲效其實比音樂更助眠。我測試了市面上17款白噪音機，最終發現單進風聲加心跳聲的組合能讓寶寶最快安靜下來。育人就像在黑暗中搭積木，每個碼碼都在摸索。但記住，你不需要完美，只需要足夠用心。那些深夜餵奶的疲憊，第一次微笑的感動，都會成為最珍貴的記憶。在評論區留下你當馬後最意外的發現吧。比如原來嬰人打嗝這麼大聲，點讚前3名將懷得我私藏的0至1歲成長觀察日記模板。片尾別忘了說，點擊頭像看更多育兒乾貨，下期揭秘那些年我們交過的智商稅。